我还记得上几何课的时候，老师讲过，说这个世界上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。哎呀，我就鼓足勇气，我想说，可是我不敢。直到高三最后学期，我鼓足勇气，我终于想跟他说的时候，可是我父亲把我送出国去留学了。我今天我还带了个礼物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里面都是一些记录着我和他之间点点滴滴的情感的小物件。大家看到这支干瘪的玫瑰，这支玫瑰啊，是我第一次知道情人节意味着什么，男生该给女生送什么的时候，我买了一支玫瑰。可是我没敢送啊，本人是学理科的，所以我后来我就用液态氮把它处理了一下，以至于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今天带来了。还有这个小靴子，我为什么要送他这个礼物呢？实际上它是一个手电筒，因为可风同学呀胆子小，特别怕黑，我多想成为像这样的小靴子的手电筒，陪着他，陪他一步一步的走下去。可是我又是没敢，以至于我保留到今天。总之我今天带了很多，我今天带来了。可风同学，你结婚了，你为什么不邀请我？不邀请我也就罢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？你是多么伤害我呀！你坐下，坐下。你不邀请我也就算了，你连通知都不通知我。还有你，虽然你娶了她，但是你要是对她不好，要让我知道，我会用一切的方法、一切的手段、一切的智慧、一切的能量